马太福音第5章，耶稣看到一大群人，就爬上山，伊坐落去，温度活来，就开始教示因，讲：心灵散车的人真有福气，因为天国是这款人的；忧伤的人真有福气，因为上帝会甲因安慰；温柔的人真有福气，因为上帝会予因承受所应允的土地。咬喙焦、心无上帝旨意实现的人真有福气，因为上帝会予因饱足。熬怜悯的人真有福气，因为上帝会甲因怜悯；心清气的人真有福气，因为因会见到上帝；促进和平的人真有福气，因为因会成做上帝的囝儿；为着实践上帝的旨意，受迫害的人真有福气，因为天国是这款人的。为着我的缘故，人甲恁侮辱、迫害，讲逐款歹话诽谤，恁真有福气，着欢喜快乐，因为恁伫天顶的报赏真大。恁以前的先知嘛捌安尼受迫害。恁是地上的盐，盐若失味，要安怎互伊搁咸？盐失味就无路用。只有hiện实，互人吞打。恁是世间的光，起伫山顶的城看袂牢。人顶点倒了后，袂用斗甲伊扛起来，一定会甲伊踩伫灯台顶，通甲厝内所有的人照光。亲像安尼，恁的光就照伫人的面前。通互因看见恁的好行为，来荣光恁的天父。毋通想讲我来是要废除摩西的律法，也是先知的教示。我来毋是要废除，是要实现。我实在甲恁讲，天地拢消失，一切的要求拢实现，律法的一点一位都袂消失。所以，无论什么人犯着这会改命上细的一条，搁安尼教人去犯，伫天国伊算做是上细的。无论什么人家己遵守，嘛教人遵守，伫天国这个人算做是上大的。我甲恁讲，恁若无比经学教师甲法利赛人，搁较忠实遵守上帝的旨意，绝对袂当入天国。恁有听到律法安尼教示古早人讲，毋通杀死人，杀死人的就受审判。毋过我甲恁讲，对兄弟也是姊妹发受气，拢着受审判。无论什么人骂兄弟，也是姊妹坏人，就上法庭；骂兄弟也是姊妹动误，就受地狱的火烧。所以，你伫祭坛要献礼物的时，若想到你的兄弟也是姊妹对你有不满，就将礼物放下伫祭坛前，先去甲伊和好，然后才来献礼物。人甲你控告，要拖你去法庭，要伫路中的时，就赶紧甲伊和解，才免互控告你的人，甲你交互判官，判官甲你交互法警去关监。我实在甲你讲，最后的1500里无行清楚，绝对袂当对假年出来。恁有听到律法安尼教示讲，毋通奸淫。毋过我甲恁讲，人若用邪念看妇女，已经伫心中犯奸淫。你的正目若引起你的犯罪，就甲伊乌黑角，宁可失去身躯的一部分，比规身躯好好迄落地狱较好。
你的正手若引起你犯罪，就甲伊斩迄角，宁可失去身躯的一部分，比规身躯好好ฮ็落地狱较好。阁有律法安尼讲，人若要离伊的某，就互伊离婚书。毋过我甲恁讲，若毋是因为某不忠，毋通甲伊离，因为伊若阁去嫁，就是害伊犯奸淫。娶离婚的妇女的人嘛是犯奸淫。恁阁有听到律法安尼教示古早人讲，毋通违背咒詛。伫主的面前所咒的蛇就是刑。毋过我甲恁讲，拢毋通咒蛇，毋通记天咒蛇，因为天是上帝的宝座，嘛毋通记地咒蛇，因为地是上帝的脚点，嘛毋通指耶路撒冷咒蛇，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君王的城，嘛毋通记你的头壳咒蛇。因为你袂当互一支头毛变乌，还是变白。恁讲话是就讲是，毋是就讲毋是。其他加讲的是对邪恶者出来的。恁有听到律法安尼教示讲：目睭白目睭，喙齿白喙齿。毋过我甲恁讲，毋通抵抗作恶的人。人若胜你正平的喙皮，连倒边嘛挖互伊善。人若告你，要摕你的内衫，连外衫嘛互伊。占领军的军人，若强迫你行一里路，就甲伊行2里。人若对你求，就互伊；甲你借，毋通拒绝。恁有听到即款教示，就疼你的厝边，怨恨你的对敌。毋过我甲恁讲，就疼恁的对敌，替迫害恁的人祈祷，安尼，恁才袂当成做恁天父的囝儿，因为伊互日头出来照歹人甲好人，嘛落互恶义人甲不义的人。因为恁若疼遐个疼恁的人，有甚物报赏？敢毋是连遐个冒死的嘛安尼做？恁若只有对家己的兄弟也是姊妹亲安，有甚物比别人较特别？敢毋是连外邦人嘛安尼做？既然你的天父是完全，恁嘛着完全。